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不住高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在这个时刻，我必须要放手，所有重担不再是枷锁。闭上眼睛，专心听你声音，你呼唤我 ，and say I'm free。无人阻挡我，你释放我 ，I'm free。有你在我左右，因你同在 ，I'm free。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用上大的欢喜，欢迎所有每一个咱的兄弟倒转来到上帝圣殿来敬拜伊。因为当咱来到伫遮的时阵，就是显明上帝是咱所信的，伊看伫咱的儿女，阿门。阿门。所以咱的心拢真欢喜，真跳跳，因为咱要来敬拜伊。我需要请咱起立。这是一个极美好的时刻，咱会当伫一礼拜无用了后，当这个是倒来到伫上帝面前，要来敬拜伊。有事嘛邀请咱互圣神来运行伫咱的中间，咱做举起咱的双手，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咱有一点仔久的时间来甲圣神来，甲伊祈祷，圣神来充满伫你的内面，互你所有的重担拢离开，完全来对主来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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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啦！哈利路亚！是啦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咱用。主教是咱的使徒圣经来，咱做伙来宣告来，请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伫约翰一书4章40节，伊讲，咱。伫咱的心内面，咱无要互世界赢过咱，因为咱伫心中的比这个世界更较大的。阿门。阿门。所以咱要学了这位创造万物的主，第一无有难成的事。阿门。阿门。所以既然咱所求的出伫耶稣基督的，拢是要应允的。阿门。阿门。你来甲隔壁来讲，你讲伫咱的手中，伫基督的内面，无难成的事。哈利路亚！你上帝手，无有难成的事。阿门。咱哋今晚咱一个时阵要用一个低调的心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因为圣经讲，神是对未有把握的代志会当肯定，对
还未发生的代志，会当有相信，愿安尼来仰望，哈利路亚。我采取的信心，为当你山高倒海，相信主的应允，为当跨过困难，信心的基路，主拢在听，大声来宣告，勇敢免惊。我采取的信心，为当你山高倒海，相信主的应允，为当跨过困难，信心的基路，主拢在听，大声来宣告，勇敢免惊。你无有无有做袂到的事，软弱甲宽容，你袂当放下我。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多，伊都来你阿妹阿妹。我采取的信心，为当你山高倒海，相信主的应允，会当跨过困难，信心的基路，主拢在听，大声来宣告，勇敢免惊。你无有无有做袂到的事，软弱甲宽容，你袂当放下我。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多，伊都来你阿妹阿妹。你无有无有做袂到的事，软弱甲宽容，你袂当放下我。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多，伊都来你阿妹阿妹。你无有，你无有无有做袂到的事，软弱甲宽容，你袂当放下我。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多，伊都来你阿妹阿妹。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多，伊都来你阿妹阿妹。拢要成就，拢要成就，拢要成就，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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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按照咱的普声，为一切敬拜而乐，互咱的上帝。咱的主是信实的主，伊是做咱代代帮赞，所以是主内底的祝福，拢会成做新的应允，享受伫咱的生命中间。阿门。咱们用这条信息，搁这边来宣告，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是将来有望。哦，阮上帝大英宏开，领定阮阮所在，全力辅助你们的命，心都徛伫安息。上帝成就到呀。
亚，上帝做咱代代帮助，咱阿门吗？阿门。咱为头过来，请兄弟带咱来迎第一站。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也是将来不忘。互阮上帝大英风台，迎第二站，咱请姊妹来迎。做伙来迎。上帝做阮代代帮助，无做将来不忘。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咱永远梦。跟这边来宣告。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也是将来。哈利路亚！上帝做咱代代帮助，阿门互咱永远徛起伫伊安稳的所在。阿门。阿门。咱拢相信，耶和华是咱的牧者，互咱无地够欠缺，因为伊是信实的主，伊是主爱丰盛的主。阿门。是我的无价的是为为一个贵这应听应传，你是公平者的圣君王，你是我快乐泉源，你关山我要学落的山路，我也学。白色车，有你的同在，我无惊灾害。稳定甲慈悲拢跟对我，对到老永永远远。你关山，我要学落的山路，我也学落，我无惊。双手来宣告，哈利路亚！无论得时不得时，咱拢要学落。哈利路亚！
行，无搁行行，有你甲我同行。你愿说，我要好路，你山个我也好路，我无行行，无搁行行，有你甲我同行，我陪我出来，三个，靠着信心，我陪我出来。你来临，祝福大家里，教会所求，求信心充满，信心来充满咱，求信心充满我。上帝你来临，祝福大家里，教会所求。兄弟姊妹，你有领受到上帝听你，上帝对你的好无？阿门。伫遮的正兄姐，拢是上帝拣选这宝贵的百姓伫遮。咱伫学了后，咱这个时，咱要进入伫祈祷内面，咱要特别来为着咱后礼拜是6月的第1礼拜，咱的教会，咱要规个教会，包括儿童，咱拢要带出去街头的报道。嘛是伫街头，踏伫路中，就是踏出咱对上帝的信心。阿门嘛。阿门。所以咱已经准备，咱后礼拜嘛有1礼拜，咱规礼拜会禁食的祈祷，为着这个街头的报道，兄弟姊妹，上帝伊讲要将这块地交伫咱的手，所以咱用着信心，凭着上帝互咱的气力，互咱教业用的稳定。咱要甲主的福音，搁一摆行出去街头报道。这个是牧师要邀请来举起咱的正手，互咱透过咱的祈祷，上帝大大赏赐咱信心、气力甲勇气。阿门吗？阿门。咱这时回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搁有这个稳定甲气力。主啊，愿乐你。主，愿多谢你，将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放伫阮的阳光教会。主啊，愿看见你对这的百姓，对这个土地百姓，对阮的台湾，主你在意。主啊，你纪念，主对你古早这宣教士来到伫这，主到伫阮这代，愿会当继续持守这个信仰，因为主看到你听传阮，阮一礼拜，我要出去，我要街头报道。主啊，我需要你，互我互我有上帝的眼光，主耶稣基督你的灵，引带我踏出。主啊，我勇敢人来讲，耶稣基督，你是救主。主啊，你是永远的王。主，你的灵是我的中间。主，我感谢你，互我宣告。主，我要为着你的名来得到人，得到这个土地。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做伙举手来，伫关山，我的前景好是我学了，一点嘛都无惊惊。有你甲我同行，伫关山，我要好路，伫山谷，伫关山，伫山谷拢充满咱阳光教会。
上帝伊疼咱，上帝互咱的是上美好的。阿门。咱伫遮敬拜，充满着美好，充满着快乐，充满着稳定。当咱敬拜时，主的医治已经落来，主的喜乐灵已经落来。阿门。阿咱来用信心来领受上帝要互咱极大的快乐甲福气。咱搁一摆用咱的呼喊声，俄勒甲遮俄勒拢跪伫咱的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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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甲隔壁，你来甲伊讲，你的福杯满出来，你的福杯满出来。阿门，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41节甲52节。路加福音第2章41节甲52节，请。耶稣的父母逐年拢有去耶路撒冷守搬过节。耶稣12岁时，因嘛照惯例上去。这期线。因出发要转去，囡仔耶稣留伫耶路撒冷，伊的父母拢毋知。想做伊是伫做伙迄群人的中间，因行一里的路程了后，才开始伫亲族甲熟识人的中间伫找。因找无，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3日后，才伫圣殿。看到伊坐伫教师的中间，也在听，也在问。所有听见伊讲话的人，拢因为伊聪明的应答，感觉着惊奇怪。伊的父母看到伊，非常着惊。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你哪通安尼对待阮？你看，你的老爸甲我真烦恼。”一直在找你。耶稣应讲：“恁若着找我，敢毋知我一定伫我爸的厝。”毋过因袂了解伊对因讲的话。后来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事事顺待因。伊的老母将遮个代志拢藏伫心内。耶稣的智慧甲年岁，若加添，上帝甲人嘛愈疼伊。即时，咱要请本堂的周牧师来进导，伊的题目是亲子关系。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当直接来敬拜服侍伊，这是上帝予咱上介大的福气。对前礼拜咱的冷气有歹去，还未完全修理好，总是有做一寡调整，所以咱今仔日可能也是有一寡电风来补助。总是我相信，咱的心若安静，来听上帝话语，咱就会当真喜乐参与伫这个敬拜内面。这是上帝予咱的，这是为着咱陪伴属于上帝建造的圣殿，嘛是咱属灵的家，所以咱用安尼的心来喜乐来充满伫咱的中间。好，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道。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和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真欢喜，咱会当一只做伙来学了伊。所以真解牧师讲，咱对疫情了后，咱拢较歹势，甲兄弟姊妹讲叫因头前来坐对无？咱一定的大家拢坐习惯哈。所以为着安尼，我会当徛较近来讲道呢。要会当继续讲道，我家己斗一个电视直接会当继续看。当然，这就是期待咱伫礼拜中间会当
真轻松也享受上帝的同在。我相信每一届的敬拜，圣神拢伫咱中间来显明伊对咱讲话，嘛因带咱每一届的敬拜，拢会当进入到至圣所来调见伊，来佮甲伊有亲密、佮较亲密的关系。今仔看到咱出身的牧师吼，咱的囝婿倒来伫遮吼，所以做伙一只敬拜，这是一个真欢喜的事。咱今仔日所读的路加福音，就是伫咱2年要读一摆的圣经内面，伫即礼拜开始咱读到路加福音对无？吼应该来读到第几章啊？11章对无？今仔读12章吼，应该是安尼吼。所以咱会当做伙来努力，牧师甲咱做伙来我有讲为着要准备遮个物件，我加读咱一届，吼每一届咱拢会当佮较深去体会上帝话语伫咱中间，咱继续爱抄遮个圣经节咯，这每一日拢是供应咱属灵的美粮，愿上帝帮助咱。路加福音这是一个真特别，四福音中间真特别的，伊的作者毋是犹太人，所以伊毋是犹太人，理所当然就毋是耶稣的学生哦。伊无跟对耶稣，总是伊真用心伫即个信仰。伊对耶稣遐个使徒内面来听，伊就来记录来写即个路加福音。透过路加福音，咱会当看见，伊真清楚甲耶稣的生平、历史安怎行，时间安怎行，伊做啥物时阵，做啥物代志，讲啥物话，拢写了真清清楚楚哦。所以路加伊不但写路加福音嘛，尔使徒行传嘛是伊所写的，所以真特别咯。上帝使用路加即个医生，互伊有真好的文笔来记录耶稣的生平故事，嘛透过安尼来写使徒行传。所以伊有甲保罗做伙来传福音一段时间，透过安尼上帝互伊的手笔所写的，真特别，占新约差不多1/5强的即个经节咯，足特别的哦，所以伊所描写的内面，咱会当看见描写只有耶稣是上帝的囝，是人子，是人，伊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咱看路加福音的时阵，即句话就真重要咯。讲人子来是为了要超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是整个路加福音会当甲咱讲伊写作的目的，嘛要甲咱知影讲，这位上帝道成肉体的上帝，伊毋是高高在上，伊真正是真做人的样相，伫咱的中间来体会、来了解咱，嘛，互咱会当亲目看见伊。来明白伊伫历史内面所做的这奇妙的事，所以会当对遮来看见整个路加伊所写的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拢总有2138节咯，比保罗所写的书信2033节搁较侪对无？哇，所以是真特别。所以咱读路加福音的时阵，虽然有较长，毋过咱会当真清楚路加伊怎样甲耶稣所做的遮真清楚来记录起来，这是咱会当看见。不但安尼，咱对路加福音内面嘛看到，伊是一个真文笔真好的人，伊有记录4个这个诗哦，这个诗就是玛利亚的尊主最大的诗撒加利亚的儿女甲天使天君将荣耀来归予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有无？哇，咱种足色的，甲西文这个西文先知西文对上帝的颂赞，所以伫遮咱会当更较了解。若是咱在读路加福音的时阵，大概有4段，咱会当来了解就是第1段伊在介绍人子，第2段在讲人子的事奉是啥物，第3段就是人子互人弃杀，互人拒绝。到最后一段就是伊受定，然后搁活，所以咱大概读会当来了解。所以咱若读到第12章咱就会知影讲耶稣开始这个人开始在拒绝伊，因为伊感觉耶稣较会讲把家己当作是神安尼，总是人无法度了解，对伊所做的嘛开始在怀疑，
所以无论安怎，咱拢在读这过程的时阵，就会当互咱更较清楚耶稣事实就是照着路加所记载的，伊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咱看伫家谱内面，马太福音的家谱是写甲亚伯拉罕为主，对无？对亚伯拉罕来写耶稣的家谱，总是对路加福音来讲，伊是写甲对，写甲上帝创造的亚当，哇，迄个源起头。所以伊强调的是啥物？讲这位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是咱所有每一个人所会当倚靠的。若是安尼，咱就知影讲，人需要耶稣，对无？你需要无？阿门。是，你需要，我嘛需要。咱相信，伫街路每一个在行的人，行路的人，伫每一个历史的每一个人，无论伊偌厉害、偌强，伊拢需要耶稣。这是咱会当深信的一件代志。所以，咱感谢主伫5月，咱教会拢定做是家庭月，家庭月所以前2礼拜牧师较无机会，佮继续甲咱讲家庭的，或者的对圣经来的教示，总是牧师把今仔日所以将前礼拜咱所读过的这段经文，用伫这礼拜咱来分享所以愿上帝互咱来了解是。上帝创造人类，互人的就是家庭，做家庭为单位，伊所建立的婚姻，就是要互咱会当代代相传，互咱会当代代去领受伊对人类的祝福。这是咱所深知影。所以，咱基督教，咱的信仰非常注重家庭，所以非常注重亲子的关系、甲士大人的关系、甲囡仔的关系。夫妻中间的关系，这个拢是因为咱深知，咱有通倚靠的上帝，就是真做咱的帮助的。无论咱可能有无同款的背景，总是因为共一份信仰，会当帮助咱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是你我所会当深信的一件代志。所以婚姻关系是啥物？关系是家庭的幸福，敢毋是吗？哇，安尼家庭呢，嘛是关系社会安定哦。是无？那家庭亲子的关系，当然会关系到咱囡仔的未来。这囡仔是毋是伫出世伫咱的家庭受好的真重要的品德、信仰的教导啊无？伫这个社会，伊所学习的，是毋是家庭会当帮助伊选择是上帝所欢喜的正路啊无？这是真关键的一件代志。所以，无论咱年纪到安怎。我相信咱抑阁拢有亲子的关系，这个拢会当互咱搁一摆提醒，咱对耶稣甲12岁的时阵，甲伊的爸母这个关系，咱就会当来看见是，咱就会当按着安尼，诚做咱的典范来学习的时阵，咱就会当讲，我是重视亲子关系。阿门。你甲隔壁讲，我真重视亲子关系来。对。这是上界水的一件代志哦，感谢主。所以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咱看伫这段经文的前一节，安尼记载讲，囡仔渐渐大汉，勇行起来，充满智慧，佮有上帝恩伫伊的心上。在描写耶稣伫12岁进前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牧师心内在想讲，这描写耶稣出世到12岁进前，就讲伊囡仔渐渐是大汉呢，勇行起来呢，充满智慧呢，佮有上帝恩伫伊的心上。那安尼我是深信，原来耶稣基督做咱信仰的中心的，每一个咱所建立的家庭，咱的事实的成长过程，咱拢祝福因，嘛相信因会安怎？渐渐大汉，愈来愈勇敢，有智慧，佮有上帝恩典。阿门。是，这是咱爱深信的。所以，伫基督化的家庭内面，咱有耶稣伊的父母在请养伊的过程内面，这嘛诚做咱一个目标。咱知影，囡仔健康真要紧，对无？哇，健康真要紧，总是有智慧更较重要，有信仰真做基础，
我有上帝稳定的心上，这是你我所努力的。我祝福咱一公教会每一个家庭，咱无论年岁到大了，咱拢相信年纪渐渐大，身体愈来愈勇健。阿门。愈来愈有智慧哦，对无？吼，咱无讲我老啊无路用啊，无。咱爱愈有智慧，因为咱有信仰的经验，有社会经验，有工作，有咱的家庭一切的经验，这个拢会当成做咱对事体的祝福，敢是吗？若是安尼，咱就相信上帝恩绝对是教育咱用的。所以对这段，咱就求上帝帮助，互咱对咱的家庭充满信心，对咱的事实，对咱的许大人充满迄个信心，不断宣告。因为这是上帝互咱的权柄，阿门。感谢主，互咱有这款的确信哦。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更加去体会。咱看上帝的囝，竟然是道成肉体，互玛利亚甲伊的未带伊过门的这个丈夫叫做约瑟，互这个家庭会当来拥有道成肉体的耶稣。若是安尼，咱就深信上帝的选择绝对是正确的，绝对是无后悔哦。所以，咱看约瑟甲玛利亚，因对上帝这款的尊重，会当互咱看见，因是一对上帝所欢喜的，因是一对伫这个信仰的好的传承内面，但今仔日会当承接这个神圣的任务。所以，咱感谢主。所以，咱圣经就会当看见，因照犹太人的例，每一年大节期的时阵，因拢会上耶路撒冷去，吼。即摆要上教会来礼拜，咱真紧对无吼？较久的可能半点钟吧，吼。总是咱知影，因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是无简单。有人住伫真远的所在，要行几啊工才会到。总是因照安尼，每一年。就伫这个大节期的时阵，因拢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咱讲因是去朝圣，总是因是去过节、去敬拜，这咱会当真清楚看见的。所以圣经就甲咱记载，办过节的时阵，因全家上耶路撒冷去吼。办过节咱拢知影，这是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出迄个真最劳力的所在，互因。到伫西奈山，甲上帝立约，成做上帝所欢喜的百姓。上帝称因做：你是我的百姓，我是恁的上帝。对于安尼，因的身份一个完全的改变，对无？哇！咱之前甲牧师伫讲到利未记的时阵，有甲即个过程有真清楚，互咱来知影。所以搬过节伫犹太人的月历内面是正月。总是伫咱的西洋历，大概是3月、4月，总是每一年迄个时间头前后壁拢会变动。我有去查，伫今年是伫4月12到20，因拢总搬过节爱守7天节期是7天，所以已经过去啊，对无？拄过无偌久伫犹太人因守的搬过节，伫这个中间，咱就会当看见耶稣当伊12岁的时阵。第一次伊的父母照着节期的需要，带伊来上耶路撒冷，真特别咯。12岁，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时阵吼。所以咱看宗教信仰，会当讲是家庭和乐的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可能咱会面对囡仔有背逆的时阵，对咱这个信仰有怀疑，还是有毋信，甚至拒绝。甲咱做伙来到教会，总是无论安怎，咱毋通落志，咱就爱继续坚持，咱要上好的，要会当来传承，互咱的后一代，咱就爱继续为着伊来祈祷。我敢勇敢讲，我的亲人就是有安尼的情形。我父母真用心服侍，总是伊的第二后生安那，我背逆，无爱去教会，每一届。要去教会，伊拢想尽办法来逃避。甲伊会当家己选择的时阵，伊感觉伊去教会也无人在在意伊啊。伊的朋友较在意伊，所以伊就选择朋友去。总是父母继续为着伊流目屎祈祷。到伫后来伊成人的时阵，发现讲，上帝
匹配伊一个真忠诚敬拜上帝的福音人呢。哇！伊交着这女朋友了，伊整个态度就慢慢改变，慢慢会当去了解父母的心情，慢慢会当去体会讲啊，毋是人看轻伊，是伊家己爱融入伫即个团体中间，才会当互人甲伊帮助伊，互伊伫信仰、伫生活内面，拢会当更较细正。后来成做一个真正上帝所欢喜的，这是伫我的亲人的中间，我所看见的。记到偌久？最少20档、30档以上。总是迄款的坚定的信心，就会当成做家庭的祝福。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咱永远都爱继续为着咱的事实祈祷。无论伊即摆如何，总是咱相信，伫人看可能无可能的代志，毋过伫上帝看，伫上帝是凡事拢能会使，对无？凡事拢为的上帝，咱就倚靠伊就对。所以，咱的信仰一定爱好好甲传承落去，一定爱好好传承落去。牧师上界痛心的是啥物？咱教会这个时代，足用心在敬拜上帝，总是安那最后伊离开世间的时阵，咱拢毋知影。真紧处理就该处理掉。用啥物？毋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方式呢？哇，牧师心内真艰苦。咱的同感嘛感觉较安尼，毋是拄安怎尔，就安尼啊！哇，这就是上界可惜的一件代志，无甲上界重要的信仰留互伊，只是留财产和事实，又阁是安怎？所以兄弟姊妹，我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好好去体会。犹太人因伫12岁的时阵，这囡仔到12岁就称因叫做律法的囝。意思就是讲，对12岁开始，因就甲伊看作是大人，伊就爱守律法，佫有会当有对律法来得到的保障，会当福利，会当帮助伊伫继续成长内面来得到真好的传承，所以咱看耶稣12岁，去要上到耶路撒冷去的时阵，因有一个习惯，今仔日买礼拜，过去阮伫庄脚嘛是安尼嘛对。若要礼拜的时阵啊，厝天头会安那烧少一个下尾，你有即个过去无？我细汉有啦有即个过去真侪人我这一直担头只过去就是安尼厝边隔壁亲戚拢是基督徒嘛第时来去礼拜来去礼拜有无大家正式起咧囡仔少咧就囡仔对头前行大人就伫后壁。在犹太人要上耶路撒冷就是安尼，所以就咱会当看见，做伴来做伙行，所以囡仔会甲囡仔做伙佚佗，甲福音人会甲福音人做伙讲话开讲，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看因上耶路撒冷去，转来了后，因为因伫即个过程，因需要食饭对无？需要休困所以。厝里的人拢会讲，即站今仔日要休困，暗时要休困是伫对一道咱一对遐爱大家做伙因要转来时阵，发现耶稣的父母说找无耶稣有无？真特别咯，因为安那，因拣着伊甲因做伙囡仔伫迄搭遐做伙，所以找无，所以因就赶紧倒转去，佮赶紧转去，就爱佮一天的路程。总是圣经甲咱讲，过了3天，因拄着耶稣伫圣殿内面，坐伫这教法师的中间，一边听，一边问，一边听，一边问。哇！咱看这个过程，互咱会当去看见，真特别呢。犹太人因之所以是上帝互因诚做有智慧的民族，因为因安怎？因真明白，囡仔对细汉。咱就互伊有即个耶和华信仰，帮助因有明白，因心内面有上帝通倚靠，嘛会当帮助因，因为有即位上帝，因举止行动，拢会当照着法度来行，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每一届伫这大节期的时阵这犹太人的首领、祭司啦，或者经学师啦，因拢会组织伫圣殿内面。
因为真侪人来迄搭遐敬拜上帝，无论对于律法的事，还是这传统的事，真侪人需要来了解。所以这经学师、祭司因会做伙伫迄搭遐公开哦，互人来问，互人来问，吼这是真特别的一个习惯吼。咱就看见耶稣的父母约瑟甲玛利亚倒转去的时阵，看耶稣坐伫祭司甲教法师的中间，也听也问，也听也问。兄弟姊妹，咱求上帝帮助咱哦。对于咱伫教育的这个过程内面，事实囡仔有一个真好奇的过程，咱要怎样伫伊真好奇的过程来帮助伊，互伊伫这个信仰内面会当超找到真理。这是你我诚做因的士大人，也是讲因的亲人，咱会当努力的。伫教会内面，咱嘛真期待，比如讲咱即马佫有星光学院对无？这囡仔圣神感动阮讲，这囡仔来教会偌久？一礼拜来偌久？可能一礼拜干那礼拜日来尔，敢毋是吗？安尼敢有够？剩的时间拢伫学校、伫社会，那安尼咱信仰会当帮助因的，亲像真有限的。是大人佮无用因的事业、家庭，所以无法度较侪时间。若是安尼，若愿意的，会当将囡仔带来到教会，哇！咱拜二到拜四有这个星光班，下晡4点到8点。囡仔一个来，老师第一个动作是啥物？就是带因伫课堂的十字架的头前，讲台头前跪落来先祈祷，将今仔日因所读的一切交托给上帝。因的功课要写嘛，交托给上帝，用安尼来开始。哇！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祝福。囡仔将因家己感觉这需要担当的事交托归落来，祈祷了，才开始来写作业。咱有这啥物？这解题的老师来帮助因哦，然后因这工作做了后，咱阁有英语班的1点钟，哇！咱这对博士科学的博士。哇！伊愿意来教这囡仔真活泼的教学，然后就看到囡仔因开始在抄圣经节，就是咱每一日咱伫教会内面，咱爱手抄圣经甲导读的部分，因拢照安尼在做。你甲看，囡仔若长期有这个时间，搁较侪时间伫教会来领受这真好的一个过程。这囡仔话。真较特别的囡仔，总是渐渐来了，我就看见因的改变真大。这毋是牧师、老师会当互因的，真正是圣神在引带、在感动这个囡仔呢。所以我感谢主，上帝互咱有这个空间，会当来拥有这个咱的主题。我相信上帝会更较大祝福伫咱的下一代。所以咱看耶稣，就是有一款好的宗教信仰的父母。该请神帮助伊，所以伊伫殿内甲这祭司、甲这经学师伫论、伫听、伫互相讨论的时阵，大家拢感觉真稀奇。哇！毋是伊这个年龄有法度了解的，总是伊却会当安尼来问，会当来答。兄弟姊妹，咱嘛求上帝帮助，互咱的主题拢会当安尼。所以圣经甲咱讲教导咱的囝儿，互伊行伫正应该行的路，就是到老伊嘛袂偏离，对无？这是咱所相信的。我相信咱每一个信靠伊的人，咱对咱的囝儿是说，我讲过，无论伊即马年龄到什么时阵，咱绝对拢爱对因有信心，继续宣告我的后代要得到上帝更较大的恩典，我的后代。要安那？要专心，论甲我的家，阮决断要侍奉耶和华。这款的心志，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甚至去到见主面的时阵，咱拢会当讲是主，这就是我所求的。愿上帝帮咱，互咱有一款的深信。互囡仔上介好的是圣经，毋是手机啦，对无？来甲隔壁讲，互囡仔上好的是圣经，毋是手机啊，来。
哇，这个时代的手机啊，吼，真正是无法度离手。就是牧师咧提醒的，就是讲，对，咱既然会当互伊，那像诶，互伊这个手机啊，互伊随时会当来了解全世界的事，会当来了解任何的知识，总是较重要，较重要。伫即个上帝的话语内面，更较会当帮助伊行伫世界的道路。所以，愿上帝帮助咱随时时刻，拢应该用这份信仰来看咱甲囝儿时世的这款的关系。所以，咱看耶稣的老爸老母约瑟玛利亚，等伊到伫殿院看到耶稣了，伊的老母甲讲：“我的囝，为什么对阮安尼行呢？你看，你的老爸甲我伤心来伫找你。”耶稣安怎讲？讲为什么找我呢？囝毋知影我着。掠我的爸的事最要紧吗？总是伊讲即句话，咱看伊的爸母无法度了解，伊的爸母无法度了解，所以咱伫遮会当来思考讲哦，12岁的囡仔耶稣，检采伫即个时阵，伊就知影上帝予伊的使命，伊就明白伊的身份嘛。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呢。咱看，圣神上天父上帝正式公开伊的身份是伫什么时阵？是伊出来传道理的时阵，对无？30岁啊，互行色的约翰行色的时阵，天开有钱仔来，对无？圣神亲像钱仔降临伫伊的身上，佮讲：这是我，你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对无？哇！迄个时阵，迄是完全公开啊！总是亲像伫12岁的时阵，耶稣就清楚哦。所以伊感觉伊甲天父迄款真亲密的关系，是超过一般的人的。伊了解，伊就掠天父的事最要紧，伊就掠天父的殿做伊的厝呢。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哦。总是若是安尼。咱看耶稣嘛无因为讲哇，伊知影伊特别的身份，伊就安那对士大人哇你是啥物？哦哇，你是啥物？毋是哦。圣经甲咱讲，伊就顺探爸母，伊是顺探爸母，甲爸母回去哦，继续成做一个友好囝儿。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去体会了解。咱看伫即个世代，也是讲过去的历史内面。真侪父母用心良苦来培养伊囝儿时世啊，对无？啊，伊会当有感觉迄份荣耀，就是人在甲伊学咧讲，哦，恁囝遐厉害，哦，佮出国读册呢，哦，啊，佮摕着博士有无？哇，啊，佮伫迄搭遐啊，伫外国有一个真好的成就啊，啊，总是对啊，这是真荣耀的代志，总是伊心内的苦，无人知影，可能真少人有法度去体会。吼，囡仔不养育遐好，说使囡仔若真正佫会尊重士大人的时阵，安尼佫会使吼，安那袂咧。若对士大人的事当作蚂蚁同风啊，我即摆我有家己家庭啊，啊士大人又佫是安怎？若安尼，我感觉迄是一个真艰苦、真逼迫的一件代志。有咱看真济就是安尼的经验，因为到囡仔有成就的时阵。可能囡仔伫看父母，就感觉父母安那是安那读册真有限的啦，啊无啥物成就啊，对无？伫这个社会啊，又佫是安怎？会看轻父母，哇！那安尼，我感觉讲父母所付出的实在是真可惜。总是咱若互伊有真正的信仰帮助伊，我相信伊就知影伊甲上帝的关系，伊甲父母的关系。伊甲人的关系，着安怎来营造？这会当成做一个是上帝所欢喜、上帝所祝福的一个人。伊所建立的家业，较会当真正对上帝来领受极大的一个祝福。兄弟姊妹，这是你我会当好好来思考的一件代志。互咱无论对囡仔的培养到安怎，拢看重伫因的成就的顶面，总是较重要。迄个基础嘛袂去一哩。因为迄是你甲因的关系上界亲密、上界会当沟通的一件代志哦。
所以无论年龄到大了，咱拢爱用基督的信仰来检查你甲你的亲子关系是怎样，你的亲子关系是怎样。咱教会一个做细汉的小朋友吼，礼拜三拢会走来甲牧师抱抱，爱牧师甲祝福吼。我感觉这囡仔真有智慧，父母嘛感觉讲，这是一个囡仔，伊感觉有这份信仰的追求，一个真好。每一摆我为着伊祝福，我的心内总是知影讲是安尼。这款的囡仔，上帝的确欢喜，因为伊掠上帝的厝最要紧，掠上帝的事最要紧。我嘛求上帝帮助，互咱一切事实，咱所培养的每一个，拢会当看见，这是上帝爱咱选择的一个道路。所以用基督的听，用基督的听来来检查咱的家庭的关系，这是你我会当做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基督是五家之主，对无？基督是五家之主，咱兜真侪人拢有挂这个，对无？吼，我囡仔细汉的时阵，我的通关密语的这句，即摆会当讲啊。我讲吼，你若互绑架去吼，还是伫路面吼，安那拄着啥吼，人啊敲电话转来吼，我会问哦，我会甲问讲，阮囝，无阮囝通关密语，你甲我讲一下吼。基督是我家之主哈，迄是阮兜的通关密，因为伫阮处理这个啥，要到楼梯的进前，阮挂的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哈。哇，这是总是咱求上帝帮助，咱得爱深信基督是五家之主，所以凡事掠伊最大，尊重伊，知影咱嘛要将这个信仰互咱的事实。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讲，今年是2025全家归主，对无？这是咱今年所讲的，咱嘛为着这件代志向上帝祈祷，所以愿上帝帮助，互咱全家归主，全家敬拜，全家服侍，阿门。哇，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哦。所以咱若安尼，我相信咱就会当享受耶稣的 DNA。因为耶稣的 DNA 内面有啥物？圣经甲咱记载哦，讲耶稣的智慧甲啥？台语叫做啥？耶稣的智慧甲信良哦，敢是安尼读？拄我安尼读？我袂记一哩吼，袂要紧，就照安尼读就好。耶稣的智慧甲信良，上帝甲人听伊的心，拢做伙安那，拢做伙来成长，兄弟姊妹，哇！牧师哦，这白话语那久无读，咱会袂记一了。吼，耶稣的智慧甲信良，佮上帝甲人听伊，拢做伙来成长。这是咱对咱的囝儿事实，咱对咱的家庭，咱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愿上帝帮助，互咱伫这款的信仰内面。咱所建立的家庭是上帝所欢喜的，是有基督的香味伫咱的家庭内面，这是一个极水的。互咱伫厝里咧讨论的，就是会当拢掠信仰做中心，来分别是非，来成做每一项决定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切，互咱所做的真正会当荣耀伫上帝，利益伫正人。所以感谢主，上帝嘛，互咱有这个教会，成做咱属灵的家，对无？吼所以咱为神伫即大家，咱做伙来建立上帝欢喜的家庭，嘛会当透过安尼来领受对上帝来极大的恩典，伫咱的家，伫咱的家庭内面。总是咱看见，咱的教会一只，这个硬体偌久啊？23年啊，吼，23年啊。感谢主，因为咱兄弟姊妹，大家拢真正疼咱这个家庭，所以咱看咱的地毯按算10年就要换的吼，即摆23年还未换哦，还未换呢吼。总是咱嘛看见有一寡这硬体的物件渐渐有在衰老，还是有在歹去，咱需要来更换吼。所以咱的冷气前礼拜到即摆就今仔日安尼佫还好啊，对无吼？嘿，感谢主吼！
后礼拜较会当完全来恢复即个修理即个敢若要修理，最少10万起跳啦吼。个有真济咱的重新优察互咱的教会佫会当翻新一点吼。当然遮有需要大家的关心来奉献这是咱的家，咱做伙来用心伫遮。我相信上帝一定祝福伫咱的顶面吼。好，感谢主，咱献咱的心力，咱的教会就会当继续为主来发光。因为上帝的灵拢在引带咱的教会头前的道路。我相信每一个坎站拢是上帝赏赐智慧来互同工会当甲牧师做伙同心来营造互遐弟姊妹得到利益，嘛会当互即个社会，因为咱会当为着主来发光吼。所以咱伫后礼拜，咱搁一摆拄咱潘牧师讲后礼拜咱搁一届要来做街头的报道吼。即届会当讲是咱第3次的街头报道。前届报名，咱拢总210人对无？咱接触的是1055人。有甲咱做伙读甲决志的即个福音卡，即个吼有230几个对无吼？这是咱前一届的记录。所以牧师要期待咱为着后礼拜的即个街头报道，咱搁一摆来努力。所以咱伫拜1到拜4，拜1、拜2伫下早吼拢有即个禁食的祈祷会。拜3、拜4是暗时8点开始，拢是用迄个小组要聚会的前半点钟，咱来祈祷祈祷了，咱分小组继续来操练即个福音的即个讲述的即个即个资料福音卡，通互咱礼拜日咱阁勇敢出去，两个做伙出去。我相信这是耶稣在差派伊的学生所做的。咱永光教会，咱恢复耶稣所差派的方式。我相信咱过去2届有这样的好的经历，到伫后礼拜，咱会当更较经验，这位上帝会听伫咱中间。路加福音有记载2届一届是找12个使徒出去对无？第2届伊找70个学生哇！你看第1届12个使徒，两个出去；第2届70个，所以伫今仔日耶稣嘛要差派咱，互咱会当永光教会，照着耶稣所吩咐、所命令的，咱上街头去，毋是要抗议，咱上街头去是要将福音互人，所以咱是带着大气力出去的。点解真侪人无了解就会拒绝咱？不要紧，因为愈拒绝。迄个恩典愈伫咱的身上，伊第10届较会来进入教会，你若即届去，可能伊是第9届敢毋是？后一届有可能伊就安尼会当来教会所以咱做伙甲圣神做工，我相信这是咱会当做的。所以今仔日等下咱嘛要为着即件代志来祈祷，求上帝帮咱，咱会当做得胜的宣告互咱后礼拜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去总是嘛是爱登记一下对无？你若有伫小组，甲小组长报名你若无不要紧，咱伫外口，咱就会当来写一个，写一个咱要报名后礼拜参加即个街头报道你的名就甲写起来就好，写你的名就会使后礼拜咱做伙来，因为咱需要为着你来准备后礼拜迄个咱报道了转来迄个点心，大家做伙一只分享来归荣耀互咱的上帝，这是真要紧的代志所以等下咱会当做伙来做好。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我遮有写讲，耶稣差遣，永光接旨对无？使命安那达成耶稣差遣，永光接旨，使命达成。咱做伙来讲好无？来。耶稣差遣，永光接旨，使命达成。阿门。搁一届来，耶稣差遣，永光接旨，使命达成。是耶稣所吩咐的，就是圣旨对无？哇，咱就爱接旨咱永光教会伫后礼拜，咱要做出去来传福音。时间无久嘛，对无？40分钟了，40分钟。
就会当互真侪人有感动，对这个信仰有所克服，这是咱会当做伙做的。愿上帝帮助咱这时阵，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上帝的厝就是真我上帝的教会，真理的调教甲地基。提摩太前书3章15节2，来个一解。上帝的厝就是真我上帝的教会，真理的调教甲地基。提摩太前书3章15节2吼。咱会当来诵读好无？吼，来哦，家己来读过来。上帝的厝，上帝的厝，上帝的厝，就是真我上帝的教会，是真我上帝的教会，真理的调教，真理的调教甲地基，真理的调教甲地基。阿门。来，搁一解来。上帝的厝就是真我上帝的教会，真理的调教甲地基。提摩太前书3章15节2，好这就是咱今仔日会当做伙来导读，吼。你若要宣读嘛会当对无？我宣告，我徛起伫上帝的厝，我宣告，阳光就是真我上帝的教会，我宣告，这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阿门。吼，这是咱宣告吼，咱会当安尼来宣告。感谢主。互咱会当有一款深深的体会吼。所以这个时阵要邀请咱大家起立好无？咱要来为着后礼拜咱的街头报道哦。这个时阵要来祈祷，哦吼。为着咱的天气来祈祷，恢复回来哈，先给我。为着天气来祈祷，为着咱有够个信心甲勇气来祈祷，为着咱会当有好的修行来祈祷。阿门。好无？咱甲隔壁人做伙来祈祷好啊。找一个好无？咱甲隔壁人找一个，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咱后礼拜的街头报道，咱做伙来宣告来祈祷哦吼。好的天气，兄弟姊妹勇敢出去，有信心。阁有好的丰收，咱为着这个，咱开声来祈祷来。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感谢你，阮的教会会当勇敢行去你街头来街头报道。主，阮恳求你，把这款的心志放伫阮的心内面，互阮不但家己会当领受对你来的恩典，阮更加会当看见你爱万人归向伫你悔改，就互阮会当成做这个桥梁。互因来认捌耶稣基督，上帝，阮后礼拜要奉你的名来出去，主求你来查看阮，阮每一个人有一款的信心，每一个人有一款的确实。上帝，你要帮助阮，互阮参悟的中间会当去经历迄个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透过阮的嘴，透过阮的行动来显露出来。多谢你听我的祈祷，一切荣耀归乎你。多谢你，哈利路亚，多谢你。来做伙吟诗，来学乐伊。用信心宣告将来，学乐伊就同在，用毋忘建立世代，学乐伊就同在。主爱，主把耶稣的爱，幸福乐充满心怀。献出生命光彩，只要学乐，学乐，天堂的门就开。只要相信，搁相信，学乐就好起来。学乐，学乐，学乐，天堂的门就打开。相信，相信，搁相信，学乐就好起来。用迄个心，咱来学乐伊的名，哈利路亚。用信心宣告将来，学乐伊就同在，用毋忘建立世代，学乐伊就同在，超脱
生命光彩。只要学了，搁学了，天堂的门就开。只要相信，搁相信，道路就通起来。学了，搁学了，天堂的门就打开。相信，相信，搁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双手慢慢展开，头壳也着表示，双手拍着节拍，心情轻松起来，唱歌心心自在，转念迄手敬拜，也拍袂着节拍，双脚直站起来，双手慢慢。双手拍着节拍，心情轻松起来，唱歌心心自在，转眼献上敬拜。只要学了，搁学了，天堂的门就开。只要相信，搁相信，道路就铺起来。相信，相信，搁相信，道路就铺起来。相信，相信，搁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哈利路亚！咱看这两位姐弟啊，一只唱歌、学乐、跳舞对无？上欢喜的是啥？阿嬷对无？上欢喜的就是阿嬷对无？是，这就是信仰作水的传承对无？啊，爸爸第二场会来嘛吼？好，毋过第二场毋是恁跳啊吼？是你哦。哦，感谢主，伫咱教会有当时看见就是，全家庭做伙伫台骹台下做伙连结伫遮服侍，这是上水的对无？咱求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安尼，深信咱所求的上帝的确应允成。阿门。阿门。愿上帝祝福伫咱的家庭，互咱有信心向前来迈进，建立了耶稣基督做咱家庭的主的家庭。阿门。阿门。咱就今晚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听甲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我告主，是阮做钱，欠伊领受我命转换，心是感化，给天开来，有当主阮心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切错误拢属你，阮上到
分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回来关心咱这礼拜教会事工。好，咱先这回来读这礼拜今仔日的经文，红色的这是台语的，咱这回来读，请颠倒着大声追求伊主权的实现，这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好，来搁读一摆来，颠倒着大声追求伊主权的实现，这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路加福音12章31节。好，我看袂到对面的字。好，这是顶礼拜咱所举办的儿童牧区所举办的我是金句王的比赛，咱参加有70位。这70位拢生做真古锥，好，咱嘛感谢主，阮相信这儿童伊嘛有真好的领袖，特别是伫背经句的部分。好，后主日是联合的礼拜，咱9点开始礼拜，嘛是咱的街头的报道。咱嘛有邀请到一位对荷兰，就是君玉师母甲 David 牧师，因教会来一位青年来分享，伊嘛。对咱教会街头报道的这个事工，伊总有兴趣，所以嘛要对咱来做去报道。伊嘛有分享。后礼拜三，歹势，即礼拜三之前，咱的小组长来报名登记。好。伫即礼拜咱拜1到拜4，嘛拢有祈祷会嘛，禁食祈祷会，因为咱要传福音，咱需要挖靠上帝的开力，咱需要祈祷的开力。所以咱伫小组聚会进前的30分钟，就有安尼祈祷会，就伫咱的副堂。好，6月8号是咱的圣礼典的时间，咱有要举行洗礼甲圣餐，欢迎咱的新朋友 Best 来报名，受洗还是转给，加做咱永光教会的好处边，成为永光家人。咱登记到6月4号来截止，所以咱请咱的会当来请咱的会华干事。好，后礼拜日咱的街头报道结束了，就是即届幸福小组的分享会，所以咱请咱的组长甲副长拢做伙来参加即个会议。好，那这是咱即礼拜的幸福小组的相片，咱请大人来分享，咱请大人来欣赏。感谢主，互咱有透过安尼幸福小组，有更较侪新朋友来甲咱中间。好，今仔日下晡，咱有要来办喜事，就是咱何佑生兄弟甲本玉姐妹的订婚的礼拜，是即个是今仔日下晡2点来举行，伫副堂楼顶副堂，所以咱邀请兄弟姊妹拢会当做伙来参加，咱甲因祝福。好，咱的母会永和教会伫6月22号下晡3点要来举行70周年的庆典。咱永光教会叫受到邀请要来献诗，所以伫煞接拜六暗时7点半，咱会踮遮练习。伫6月22号，咱就会去到永和教会来甲因祝福。好，同款伫后礼拜日下晡5点到暗时7点。有一个篮球的比赛，这是咱的儿母的家长、青少年，甲咱的长老做伙来参加，这个是新店行道会因办的篮球的比赛。所以咱买当有时间的人咧，咱们到新店行道会来甲咱的长老、咱的青年、咱的儿童牧区的家长来甲因加油，来甲因支持。好，伫这几礼拜3楼甲4楼的粉刷都已经完成。所以咱请兄弟姊妹做伙好好来维持。好，亲子的夏令营 Super Kids Summer Camp， 咱继续来报名，欢迎国中以下的囡仔甲家长做伙来参加。即摆阮要到，毋是咱遮吹冷气即摆阮要到山顶去露营去溪边内面掠鱼啊，所以咱就有囡仔是伫国中以下的嘛，都会当邀请伊来参加，甲因的家长做伙来参加。
好，撼动星球领航员总部基础会议，这是伫6月8号下晡2点，青少年牧区的撼动星球的领袖的会议，迄个时阵嘛有其他教会的辅导、其他教会牧者做伙来参加，是嘛？继续为阮的营会、为青少年营会、为青少年的即个会议来祈祷。恭喜咱的宋俊恩跟潘燕乔，得到一个男宝宝，名叫做郑云，所以那即几礼拜有看到伊嘛，咱嘛拢来甲因恭喜。健康的代祷，咱继续为着季玉璇、美娟姐、志贤哥、跟志贤兄、国良兄，咱继续替因来祈祷，求上帝。医治因的身躯，有可能因即马嘛咧看直播，上帝嘛要来医治恁，互恁的身躯得到勇壮，恁的灵魂嘛得到精英，阿免吗？阿免。好，咱即个时阵邀请大家人起立，还请牧师。我特别来嘛是介绍一下，因为咱的竞赛吼，占益信牧师甲牧师娘吼，足久无转来吼，今仔日又转来伫咱遮，甲咱做伙来参加第二个礼拜，咱来欢迎因啦吼，哇，伫新竹马街病院伫遐做义牧足久的时间，对咱教界对咱的这病院有真好的一个帮助吼，咱也求上帝继续祝福伫伊的服侍，甲伊的家庭甲伊的囡仔吼，这是咱。朝得长老的心肝宝贝吼，感谢主吼。好，这时阵咱起立，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天地爱你祝福你，福气满满心，万圣心来充满你，大梦大能力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咱请主牧师来祝祷。但愿上帝全能的圣手扶持恁每一日的脚步，嘛，互恁所营造的家庭，成做主动在荣耀佮富足的家庭。佮愿恁所行所做，伫圣神的引带内面。每一日有平安，有真实的安乐伫恁的内面，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请坐，咱今日敬拜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咱的脚步。